係，大家好，又嚟到陳氏足球頻道啊！我係 OK 哥今日係18號4月18號星期五。今晚就冇咩大波嘅，全部都係血級嗰啲嘅。我揀一場葡超士砵亭對住摩利倫斯士砵亭依家排第一同埋第二嗰隊球隊呢，大家都積69分嘅。大家仲有幾輪，希望保住嗰個歐冠。今晚應該係全力追擊摩利倫斯嘅。摩利倫斯而家呢就係35分，就中游球隊嚟嘅。今晚就提供一隊俾大家參考下，希望幫到大家。好啦，鍾意個頻道嘅點讚關注轉發祝大家好運，聽日再見，好，拜拜。